學英文字最怕係每個字死記住一個中文意思，就睇呢個字 Madam。大概人都知道 Madam 係對成年女性嘅尊稱嚟嘅，但係一查字典呢，仲發現有兩個意思嘅。其一就係指一個主觀好強嘅少女，比方話黃先生個10幾歲嘅女，佢主觀好強，成個大小姐咁款。英文可以咁樣講 ，She's a little madam, she's a little madam。Madam 另外仲有一個意思可以從荷里活最近一則新聞嗰度學到，有個所謂 Hollywood Madam 被判罪名成立。呢個 Madam 呢，就係 woman in charge of a brothel。woman 呢 in charge of a brothel 即係妓寨嘅女主人啊。法庭宣讀佢嘅罪名嗰陣時候用咗呢個字 pandering。pander 做動詞又得，名詞都得，意思就係扯皮條。留意單字 panda 同熊貓嗰個 panda 讀法係完全一樣嘅。最後再講 madam， 如果話佢係我女上司啊，千祈唔好講 she's my madam 啊。